鸟头到对马头去啊，咁有一句话成语安尼讲啦吼，所以人讲叫做啦随说之意，随说是因，不定将有前后。你所讲的这个将有，离金刚经只要不规定的哪一章哪一句，你能够接受，功德将是无量无边。不可能因这句话，你能符合本身的看法。虽说是经，这个经，你能符合个人的感觉，就是讲，唔是只于金刚经。因为如果你若大乘经典，你像《法华经》啦、《法界经》啦，你像迄时阵啊，迄个《心经》啦，伊这嘛是种经典。如果今日伊甲解说着，惊这部经典的内底，咱解说会较狭义。但是咱若甲解说起来，咱甲解说着广义，就是讲所有会当互你生活的经典，叫做随说是经。但是咱知影，经就是咱来刻入咱的迄个经的妙义，所以经就是要互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作用了。不过因为伊这句话拄出现伫金刚经的第32分，所以咱互我用着这段来甲解说金刚经。不过咱如果咱互我用着这段来解金刚经，咱拢甲指明讲金刚经尔，剩的拢总袂使，毋是安尼。这个解说所以第四叫做随说之处。所以呢，佛的讲经要有一个处所，才会当成就。这个处所不只限于山林嘛或者城市，拢总可以。你若当依着各处所，那安尼当中呢，你嘛会当成就无量无边的福德。咱会记住，佛伫菩提树下，伊遐嘛伫咧讲经说法，是毋是安尼？当然处所，迄个处所是真重要。处所，比如讲当时佛，因为伊就是我们一时佛在少林国，祈求去国土湾1250人夫，伊代表上定1250人夫。当时佛伊的处所是在祈求去国土湾，积德太子布施，迄个树啊，国土长者布施着迄个地，而遐甲起了一间的啥物件的迄个形象，所以佛的处所伫迄个所在。毋过咱今日迄个处所对，咱今日个处所拄伫咱平日咱伊个性能，咱爱上道义中心。咱过去个处所对，咱过去个处所拄伫咱符合的处。但是这个处所已经发展到这个所在，毋是讲离这个讲就会成佛，毋是讲离迄个讲就会成佛，毋是安尼。所以咱叫做随说之术，随着迄个因缘，随着迄个环境，不可能迄个环境一定爱爱上好是真亲友的环境，你作自在、作自然的环境，迄个当中啦因咱互我甲小处着，伫迄个六合河即个六星洲即个因缘当地当地处处，当地处处，即个当地处处，咱拄则而且讲的讲，虽说是乃至于事物面顶当地处处，事物就是咱互我拄则甲咱做一个解说，因为迄个金刚经。只受持金刚经的处所，当地处处佛的讲经说法，就是有这个六星洲的，就是咱早头讲到，不是信星洲，我们叫做成星洲。一时咱今日听说就近，师之道好。第四佛叫做住星洲。第五祈求结国土湾。叫做处星洲，伊代表上点，叫做叫做众星洲。若安尼当地处处，当然这佛要成就着，以这个说法因缘，分做这6种的成就啦所以到第4点来讲，就是讲一切世间
哦，一切世间，因为这个所在，就已经甲你讲着，乃至树一定当地处处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该应供养，如佛塔庙。这段当中啊，也是咧甲你讲，一切世间是包括三界六道众生，三界六道众生，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欲道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。但是咱这个所在，咱要注意看着，一切世间是包括三界六道。但这第五点面来讲，天人阿修罗该应供养。这个所在有讲到恶鬼道、畜生道、甲地狱道无？无讲到吼。咱有看到这个所在无？是安怎佛看这人落去？是安怎佛要互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因供养？无恶鬼道、无畜生道、无地狱道来供养呢？所以没有三善道供养，是安怎无三恶道供养？当然，佛相信无遐尼无慈悲，佛的道量我相信无遐一。哦，这只是说三善道，三恶道无讲出来吼。因为三恶道的众生啊，因为佛唔是唔互伊供养，是因为伊要来供养的时间啊，伊嘛无法度。因为安怎讲呢？伊是已经转入地狱道、畜生道、甲无学道，伊受到这个畜生众生，用畜生道、畜生的众生的这个苦束，哦，伊要安怎来供养？所以伊根本嘛无法度人来供养啦吼。所以伫这个当中呢，哦，恶鬼道与地狱道的众生，伊受着这个色，这个色叫做燃烧的艺术。就讲咱知影，这个地狱道甲恶鬼道，畜生道就是转世于这个畜生的肉身。今日咱看到四下落地的这个畜生，伊讲要来供养佛，敢有可能？这无可能的代志。人唔当有走去供养佛，因为安怎讲，人是因为三善道内底有资格，阿修罗道嘛有资格，天道嘛有资格。毋过三恶道的众生就无啦。第一，就是咱头拄则讲，因为伊转世伫即个畜生四下落地的物件，咱互学，迄个伫迄个网络看到。咱伫中国大陆啊，一只猪，迄只猪，迄只有哪肥肥啊，安那真大只，啊，只肥迄只猪的当中有哪叫走出来，啊，有哪知影讲可能伊的岁月搁偌久啊，怎走来庙寺，啊，两支骹哪贵咧，头前两支较贵咧，后壁两支骹徛起来，这个网络啥物人有拍着举手者好无？哦，足侪拢有拍着吼，两支较贵咧，啊，因为后壁遐两支较无贵。啊！伫遐当中，因边仔人一寡人伫遐，为真侪人伫遐看，带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吼，伫遐甲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讲，哦，你甲迄只猪啊，你甲加持，阿弥陀佛，因为佛伊即只猪，伊嘛是知影讲，我是畜生道，但是我要来拜佛，看到得着解脱的，但是只猪，迄个报道互主人掠倒转去。啊，迄个宝就随杀掉伊啦，哦，网络你有看见嘛吼？迄个随了杀掉伊，但是迄个主人到尾也知影，迄只猪来伫遐要为哦为佛、为法、为天啦吼。啊，所以伫迄个当中，迄个主人安怎讲来讲？我毋知讲伊即只猪吼，啊走去跪伫遐，若知影，啊我袂甲杀。啊，毋过呢，已经杀了，但是叫食伫巴肚内咧，所以呢，因人拄则讲，猪。牛，咱有看着跪伫遐，咱要甲杀伊跪倒遐，目屎淋淋落。伊嘛是要求伊的命，伊嘛是要求解脱，伊嘛是要求要死。但是伊有机会来供养佛无？伊无机会来供养佛。所以因为今日咱知影，畜生道，即个畜生，虽然为觉性也诚大，伊知影讲要来求佛，但是伊都无资格，伊都无机会。所以迄叫做哪？迄叫做，迄叫做畜生道。
但是五鬼道甲地狱道呢，五鬼道甲地狱道就是咱伫即个当中，伫即字，即字叫做是，也叫做燃烧的意思。就是讲，因为伊地狱道伫遐受刑、受苦，伫遐当中产生火烧，死来活去，你足心道、无鬼道当中死袂去，活袂来，吞袂落，吐袂出来。你可能你食物件，我拢强要甲吞落，但是当中我阁吞袂落，吞袂落，要吐都吐袂出来。所以因为伊个脑，伊个迄个伊个脑是写在空啊，所以咱个时阵迄个佛家所说过午不食。过午不食，伊个意思就是讲，因为所有个五鬼道，拢伫午时以后出来，出来当中伊是作枵的，看到人物件，衫就要脱落，脱就吞是吞袂落，吐是吐袂出来，一牵巴肚是咬大牵，所以呢，看到因为死来活去，吞到死来活去，所以佛道伊不忍心这个五鬼道遮尔痛苦，所以伊当中宣布在佛教上内底当中，叫做过午不食。过午时以后，伊就会使食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为着咱五鬼道而来食。所以五鬼道的众生有痛苦无？也痛苦，嘛非常的痛苦。这个痛苦，毋是咱会当去想象中的痛苦。所以伊离世的燃烧，所以伊非常的痛苦。你地狱道众生有痛苦无？各位，咱若去麻豆，迄个10平减落，5叫地10平减落，迄话去吼，咱是地狱较好耍，咱天堂较无好耍。天堂地了抓地尔，地狱地遐开甲起起桥吼，你过了奈何桥，迄奈何桥若有过，若无过，是跋伫奈何桥了，叫大车蛇，迄个物件，迄加去，看着有够恐怖的，足凄凉的，足恐怖的，而且。迄是咱知影，我今日去而遮咧游地狱咧行，我等者有咱行会出去呢。你假设你今日死一条的灵魂，你真正过着迄个，你真正开始软入迄个地狱道了。你要经过迄个地狱道10地狱路，你要甲软过迄个时阵，你会感受安尼？你会感受安尼？你行过着迄个奈何桥，你就皮刷就叫点落，你就叫点落。那安尼当中，伊伫迄种的恐怖，伫迄种的面对的业报的死的燃烧，伊敢有一个时间呢？敢有一个机会来强养分吗？各位你想看觅，有可能有无？绝对无可能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佛咧甲咱讲绝对无对，伊袂恶白写。毋过呢，咱今日去想看觅无？天道，咱今日人道，咱今日阿修罗道，这三善道。咱逐个拢有机会来供养，咱逐个嘛拢有机会来献功了愿。尤其即处三者大开普渡，天道降世，即种殊胜的因缘，咱今日若无法修，咱今日若无法珍惜，真正对不起是咱家己呢，嘛对不起着咱救现七祖呢。过去前辈是安怎讲？用白就爱白，用烂就爱烂，用烂就爱烂去。用高爱高去，你爱高去修，因为当你遮修的当中，敢会比个三恶道咧修较艰苦。三恶道你听有嘛无鬼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，你敢会比较艰苦？当然袂啊。毋过咱真修到啥啦？咱真是修在内底当中，感觉足自然，感觉足自然，对毋对？咱修啊，愁眉苦脸。修甲死米一堆，修甲无无不断，修甲你也不断。安尼是毋是对不起咱家己？是毋是对不起咱上天？有无？咱家想看看。这个机会是咱的机会哦。